回到過去，我搶了表哥的新娘第4回。今日最尾仲會有作者柯書穎嘅介紹。天使大哥，你講得啱，我仲有一次機會。雖然有啲唔道德，有啲對唔住我表哥，但係我真係好中意 Maria， 好想同佢一齊。今次一定要成功。最後我決定咗要返去 Maria 同我表哥第一日識嗰一日。嗰一日我表白成功，佢哋兩個冇認識到，咁就可以改變歷史。於是乎，我又返去 Maria 個 IG， 再揾下佢啲 post， 終於都揾到啦。3年前有一日，佢嘅上司喺度 A 字膊玩卸膊，將啲責任推晒落佢度，搞到佢要孭鑊，鬼咁冤屈啊！之後放咗工，佢仲揾我訴苦添。然後夜晚食飯嘅時候喺餐廳嗰度撞到我表哥，我仲即場介紹咗我表哥俾佢識，咁佢先至有我表哥嘅 contact 啫嘛。Maria 當時好開心，因為我表哥嗰陣時已經出咗名，攞過幾次獎。Maria 仲同我表哥合照，然後放咗去自己個 IG 添。我望一望呢個 post 個日期，2021年嘅7月26日。咦？嗰陣係疫情時期嚟㗎喎，政府仲頒布咗限聚令，所有人出街都要戴口罩嘅。點解我印象中嗰日商場有好多人呢？我再望一望下邊嗰啲 post， 原來嗰日張家朗就攞到奧運嘅金牌，唔怪得咁多人啦，因為有好多人都喺商場嗰度一齊睇佢，見證住歷史嘅一刻。天使，我諗到啦，今次呢，我想返去2021年嘅7月26號啊，唔該你啊。好，我講完之後就坐返喺梳化上，合埋雙眼準備祈禱。過咗冇耐，身邊又有一陣暖風，然後又再次聽到滴答滴答嘅鐘聲。擘開雙眼，我今次返到去嘅係喺土瓜灣天光道同埋馬頭圍道交界嗰間小商場裏邊嘅一間琴室。我望一望牆上嘅鐘，而家係中午。我記得 Maria 應該會喺4點鐘左右打電話俾我，佢會話佢啱啱開完會喺公司嗰度行過嚟，話佢好唔開心，想搵我食飯添。而家距離4點鐘仲有4個鐘，我即刻把握時間去附近嘅花店嗰度買一紮佢最中意嘅紅玫瑰，返去琴室嗰度等佢。我仲記得表哥之前講過，話 Maria 好中意聽王菲嘅《我願意》，求婚嘅時候亦都係唱呢首歌嘅。咁我一於照板煮碗，抄佢條橋啦，一路練習《我願意》。個心一路都囉囉亂，差唔多到4點鐘嘅時候，電話就響起啦。Maria 話俾我聽，佢而家會嚟琴室，所有嘢都好似跟劇本一樣。大概1個鐘唔到 ，Maria 就嚟到我間琴室啦。Elton， 見到你真係好啦，好想搵人抒發下。你知唔知啊？我個卸膊上司啊，明明係佢做錯嘢，俾錯 order， 但係啱啱開會嗰陣，佢仲屈我啊，搞到我俾大老闆話，真係勁唔開心咯。哇！你老細咁衰都得嘅？勁衰咯！好在其他同事都知道係佢做錯，開完會都走埋嚟安慰我。不過我而家都仲係有啲嬲噶。唔好咁嬲，我一陣同你出去食飯，啤啤佢，鋸一鋸。好啊，去附近好出名嗰間大排檔食小炒啦，我想去咗好耐噶啦。好啊，嗰度仲可以用戰鬥碗懟啤添。咁你快啲執嘢閂門，我哋出發啦。咁又唔使咁急，而家先5點啫嘛，間嘢起碼6點先開，不如坐喺度唞一唞。
咁啱呢，我練緊首歌，我彈俾你聽，你俾啲意見我啊。仲有半個鐘都可以啊。Maria 應承咗我之後，就跟咗我去一間放咗三角琴嘅琴房。佢就坐咗喺張梳化度，好似大學時期咁，眼定定咁望住我。慢慢咁走到個琴面前，坐低，深呼吸，開始彈奏我願意呢首歌。因為下晝有充分嘅練習，我彈得非常之流暢，而且唱得比平時都要好。我完完全全將我對 Maria 咁多年嘅所有情感，一一咁樣演繹喺呢首歌上邊，賣力咁演唱嘅聲線，連鋼琴、米高峰都因我為之動容。我深信呢個世界冇人及得我對 Maria 呢一種深深嘅愛意。喺呢一刻，我只係好想同 Maria 講，我只想跟你未來浸在愛河。喺呢個時候，感動嘅氣氛已經佈滿咗整間房。我彈到最後一個音符，已經感動到熱淚盈眶。點知當我諗住攞扎花出嚟送俾 Maria 表白嘅時候，佢竟然Maria 竟然打咗一個呵欠，一個絕得不能絕嘅呵欠。呢一刻，我個心情由一個陽光燦爛嘅藍天跌落去一個深不見底嘅無間地獄。我完全講唔到嘢，我亦都唔知自己下一步應該點。唔好意思啊，我今日開咗全日會，有啲攰啊。不過你彈得真係好好啊，又唱得好聽，不愧係我哋學校嘅鋼琴王子啊！聽到 Maria 好平靜咁樣讚我，我真係有啲接受唔到，即刻追問咗一句：你有冇覺得感動啊？都算有嘅，似係平時聽演唱會嗰種感動咯。咁即係點啊？言談間 ，Maria 望一望我嘅琴後邊，似乎佢見到扎玫瑰花，一扎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嘅玫瑰花。佢停頓咗幾秒，有啲尷尬，再帶着微笑咁同我講：即係咁，我同你咁多年嚟一直都咁 friend，我覺得你又真係好叻，彈琴又好好聽，我真係好開心噶，亦都好希望可以繼續 keep 住呢種關係。你都係唔好嘥時間喺我身上啦。我諗我哋都係繼續做 friend 啦。聽到佢咁講嘅時候，我已經意識到自己完全失敗咗。我好尷尬咁樣幫自己揾一個落台階。傻嘅咩？你講咩啊？我哋不嬲都係好朋友嚟噶嘛，永遠都唔會變嘅。係咯，因為我下個星期有演出啊嘛，叫你聽下，俾下意見咯。你諗咗去邊啊？冇嘢嘅。哦，早講啊嘛，你彈得好好啊，把聲又夠實淨，而且仲唱得好有感情啊。平時同你唱 K 都唔覺你唱得咁好㗎喎。下星期一定 good show 啦，唔使擔心。Maria 講完之後，佢就行咗出房，得我一個人喺個琴房裏邊，將剛才一直抑壓住嘅情緒爆發出嚟。我個心覺得好痛，我唔知點樣形容呢種痛楚，就好似有人將我漫天嘅心血一一咁拋到銀河，俾人當做係垃圾。最後都冇分一丁目去贈呢個垃圾。呢個時候我真係好絕望，真係好 sad， 係完完全全嘅 mentally breakdown。原來我一直以來喺 Maria 心目中只係一個鋼琴王子，
做咗咁多次 Back to Future 回到過去嘅事，都係冇用，歷史都係唔會因此而改變。我好想一個人捐入被竇放聲咁喊，但係我亦都好怕俾 Maria 發現，所以夾硬將自己嘅心情收拾好，收起內心嘅失望同埋痛楚，同 Maria 扮冇事咁樣出去食飯。之後嘅事好似同劇本咁一樣，我哋喺食飯嘅時候撞到我表哥，跟住我就介紹咗佢哋認識。但唔同嘅係，今次我嘅心情真係好 down，好 down，全程覺得自己都係一個局外人，完全唔關我事嘅。作為局外人嘅我，而家先發覺到一件事，原來 Maria 同我表哥喺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就已經好投契，好啱 key， 傾偈嘅時候笑聲不絕，笑到合唔到口。終於又到凌晨12點啦，我又一次好失望咁樣返到嚟現代。我唞咗一啖大氣，好灰心咁樣同天使講，我最後都衰咗啦。不過我都好多謝你俾呢一次機會我。弟兄，我明白你嘅感受，希望你能夠釋懷。有時命運就係咁，時也命也。好多謝你安慰我啊！不過我都好攰啦，我想返房休息下。等等，弟兄，我幫咗你，你可唔可以幫我做返一件事？現實沒了支撐，常常回望像習慣，想淡未淡，念舊讓我偏袒，明明曾存在垃圾，當記起都璀璨。我恐懼除低濾鏡，望到黑白，全日都美化着你，扮作喘息空間。太重要的哪會太過易撇清，敏銳神經充斥着舊時動靜，清早放低每晚想你，便確認失處於宿命，跌入記憶發覺到處被掩飾，怎麼擺脫對你肯定，情願歸零，無需要失戀也在高興。回到過去，我搶了表哥的新娘係網絡作家柯書穎第一部發表嘅小說，故事啟發自廣東歌 K 歌之王，講述男主角想對中學時期嘅暗戀對象表達愛意。作為一個土生土長、中意聽廣播劇嘅香港人，作者話聽到自己寫嘅故事用聲音重新演繹，覺得好開心，好不可思議。佢想衷心感謝 Voice Actors 團隊生動傳神咁聲演咗佢嘅小說。柯書穎話其實佢從來冇諗過要發表小說，平時只係習慣將中意嘅歌諗成故事自我陶醉。雖然曾幾何時佢都有諗過做編劇，奈何自覺肚入面墨水唔多，加上人到中年，咩鬥志都磨滅晒，諗住餘生做條鹹魚就算。不過2年前一場大病激起咗佢呢條鹹魚最後嘅一團火，想喺仲未完全乾晒之前，將自己諗過嘅故事分享俾大家，留個紀念。柯書穎知道喺現今社會環境下，我哋冇辦法逆轉廣東話漸漸式微嘅趨勢，但係佢堅持用粵語寫作，希望能夠透過文化創作，盡量留住呢種獨特而有趣嘅語言。最後，作者希望不論身處香港定係海外嘅朋友，唔好放棄我哋嘅母語，繼續承傳落去。為漸漸過得好，抬頭尋覓着意數，加進分母，漸漸讓你稀釋。
來年能期待月老，因此同伴上路，在終日留戀下去是個驚號。其實感到處漫無，就由幸運旅途。太重要的哪會太過易撇清，敏鋭神經充斥着舊時動靜，清早放低每晚想你，便確認身處於宿命，跌入記憶發覺到處被掩飾，也需擺脫對你肯定，全部歸零。下一位應該有和應，主角可以隨時走過下一名，太眷戀玫瑰，在那天才可絕情。再重要的我答應我盡快清，紊亂神經先享受日常寂靜，餐廳戲院老店書店沒既定位回復作證，看着前方發覺到處極長色，正好等我探索肯定，難受先不回應，相信黑暗會逆轉勝。回到過去，我搶了表哥的新娘係一個到後面越嚟越精彩嘅故事。我唔可以依家劇透，只可以同大家講，必須聽完大結局。回望心情，如失去感覺更直高。